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来了个新出这个咸猪腿肉，今朝我去买的，打把外部的暗部，让后来上口。虎门王家的人是真的蛮多的。来了个单子，上头贴出来着，咸猪腿肉32块1斤。看看一点高比郎，阿与老板点生意这个还只有该打。帮我称点吧，拿个量啊，再帮我拿点大排，我有5箱鲜，对，我有5箱鲜肉500个。我来切切啊！那个小条，那个八卦，那个鲜肉啊。来吧，那个今朝等会帮你去买个了，咸猪腿肉。阿弟个些辰光最欢喜吃这个，欢喜吃的。那么阿弟今年吃不到这么难蛋的，多吃点。海瓜，还有一个八卦。瓜子，100个来，套套100吧。那10块2对吧？哎，10个伢子，那不那白子啊，最得动家。最得动我，那样有些人哪办不动呀？办不动我就在。这说明你身体好。老爸，老爸，我在商场里走了个新品了，猪腿肉哎，咸猪腿肉。来，套套试尝尝。是不错。你再这个汤呢？另一个汤等会还我搞了里向的。这个汤刚你还得试了路。5箱鲜肉在上呢，我等会打不那个一个鲜肉。这里1块。看外部吃子几块猪头肉子，还是我来上口。另个盒饭还吃。Later， 走一走，老爸，你喝汤再来口呢啊？还给，这位。